么在上师的每一个上师的总的来讲的话，一个上师的这个功德，从这个相当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当中所讲的一个上师具备的这种功德来说的话，就是它是外内密三种的区别。外是什么呢？外境上来说的话，就是像比如说藏传佛教修持的就是外内密三种的修持。外修什么呢？外修是北解脱戒。北解脱戒呢，就是小乘的北解脱戒，出家戒，众生解脱戒。内修是什么呢？大乘的菩提心。密修呢，就是密法。那么在这个密法的方面是什么呢？就知悲伤运的以这样的修持方面，智慧与空性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修持的方法，这是一个智慧法嘛。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又是说，虽然就是藏传佛教修持的就是内外三种的修持，是外修是小乘的北解脱戒，所以藏地的所有的出家人也是修持的戒律是什么呢？都是北解脱戒。那小乘就是就像现在的泰国或者缅甸，还有那个斯里兰卡，还有越南嘛，巴马是不是？都这些地方有的小乘的出家戒跟藏地的出家戒也一样的。但是内修是什么？内修是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是大乘佛教。在小乘跟大乘之上还有金刚乘，密修是金刚乘。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到，又单单是用这样的一个根据来看一个上师的话，也是有不对，有很多地方不对的。就像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也可以说印度的佛教的历史上，印度80个大成就者六圣二庄严当中呢，80个大成就者当中呢，就是像比如说在萨拉哈瓦等等很多的我们知道的，就是在经常在一些经文里面出现的这些圣号的那些大成就者，也有出家性的跟又是瑜伽性的。从一个瑜伽性，我们从一个实践人的外表的一个角度，从实践人看的话，那他就并不是有出家戒。当初是出家的情况下，又并没有，后来就是要行持这种密法，然后也是行为上看起来好像就并没有这种出家戒的那种，也是特别多的。那么这些方面来说，单单是从一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也是我们必须得要去先从怎么说呢，基础上好好的学习这些怎么去分别，不能随便我们分别，就是说怎么就相当就是怎么样的才是怎么样的，不能这样去想。然后在藏传佛教的很多的像我们尼玛派的传承的很多的上师也是同样的，很多都是在有瑜伽的行为，有出家的行为，有不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行为。但这些都是一个一个的成就到也完完全全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成就。刚好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瑜伽大师一个修行者他圆寂了。他是什么样的？他是也是一个寺庙的住持吧，好像。前几天他圆寂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现在网络比较方便嘛，网络上有他的视频那么视频已经是有发了好几天但是也没有什么文字的揭示，都是说什么什么某某上师某某大成就者研究的什么，就是法体活化的时候有这些瑞相什么什么的那我后来就在一个群里面发过来的时候，我问了那个人他是谁，他就给我发出来了他的完整的解释。他就是一个我们的法王上师的曼格宗的一个弟子
他跟我们一起，也是我的金刚师兄，跟我们一起接了大圆满的法。我去年就是前年19年的时候吧，我在那边就在闭关2个月，我们接了这个法。那个时候他也是在，他也是一个法王的上师。后来他回去修持过程呢，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圆寂前他有亲视过法王吧，法王本马盖宗，那就是由法王本马盖宗写给他的书，写给他的信都是他们就发给我看。然后圆寂之前呢，法王圆寂了以后，他没有火化法体的时候，本马盖宗法王都给他写说一定会有怎么是律师等等的，你们要好好的珍惜等等，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了。然后他的法体火化的时候呢，就是在火里面，就是舍利子是就像那个下冰炮一样的，不是说有没有几个2个那种。那这些不可思议的成就相，都是这些有这些大成就者那他也一样怎么说呢？好像看他的这个资料里面看起来，就是后面的所有的这些他的那个法体火化各个方面都是以他的儿子在进行，所以他就是看到他也是有一个家庭的有儿子的一个人。从这些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这些我们上师的一切功德，是我们从实践的一种的行为，一种的这个规格来定的话，就没有办法定。那用另一个角度来说呢，那在藏传佛教尼玛派也好，或者是在印度的那个整个的这个从印度佛教、印度、藏地、尼泊尔各个地方的整个的这个怎么说呢？历史当中，在汉传一样也是可以看，有很多的这些高深大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行为，没有办法锁在一个方式，或者是锁在一个样子当中。从这样看的话，就藏传佛教尤其是尼玛派，大部分的高深大的，很多都是瑜伽行的，所以就是他是不是并没有结束别解脱界，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也不对的。莲花生大师也是行为瑜伽式的方式的时候，莲花生大师也说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比丘制。所以实际上真正的比丘制也并不是说是我们所看到的他有没有一个家人等等的这种的或者是有没有这种怎么说呢，那个我们实践人所看到的男女关系这种，我们所看到的在外表的这种，就是不是比丘制，也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些很多很多的部分是我们是看不懂的，没有办法说完全是这个样子，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对的，完全这个样子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去想。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部分来说的话，就自己的能力单位的修持是要发心要正确，起心动念要正确，按照我们佛陀所讲的这个方法去修持是最正确的。那要这样讲的话，那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嘛。佛陀所讲的方法谁知道啊？佛陀有各种各样的经文里面的一切的这种所讲的这个条例所讲的方式，所讲的内容，没有办法全部都知道。但是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法门当中呢，就是有一套自己能够可以解脱的这个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这个来如实的修法的话，那完完全全就是没有错的。所以巴州仁波切所讲的，在这里就是一直上师之前观察上师的话，最终的你不管是在家的居士，或者是你不管是一个在家的这个瑜伽师，或者是出家的一个出家士，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行为，就是你作为一个上师，最终不管是什么样的，都是不能没有的，就是菩提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平常都是讲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说的话，就
一直都是炫耀自己说有多么高的法力，多么了不起的神通等等这些都是作为可以宣传的一种工具，然后提高自己对他人的信心的，有做这种行为的人来说的话，那就要注意的对境。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真正的如理如法是毕竟是有寺庙有传承，而且是有上师，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的上师很重要，但是上师的上师是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更重要。如果是上师没有具的成就的一个上师的话，那么在你的上师的那个时候，就是突然一个大的成就蹦出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是有一个上师，他的上师的上师们都是非常殊胜的，非常有成就的，而且传承也是非常亲近的情况下，而且他的上师跟他之间的戒律是一定要亲近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现在的社会是非常的奇怪，有些人虽然他跟他的上司已经是成为敌人了，但是他也可以收很多的弟子，而且他收的弟子可以帮他跟上司作对，所以非常非常奇怪的这样的上司现在也有啊，这个社会上，在我们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也有，里面这藏传佛教的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也有这种上师，有很多很多不同民族的弟子。所以据说所谓的魔法时代就是这么的奇怪，上师跟他完完全全变成了敌人，但是呢他也可以收很多弟子，那些弟子也是可以帮他可以对他的上司作对有一些这些的故事啊。过去呢，就是我在那个有一个城市，我就今天不说哪一个城市嘛，城市里面就碰到一些居士，那他们的上司是跟他自己的上司完完全全变成敌人了，但是他的上司现在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他的上司不在的时候呢，就是以前他的上司在的时候，他们师徒能够完完全全就是变成徒弟一样的。那师徒变成徒弟的时候，那肯定是最主要呢，就是第一个就不管怎么样都是当然是弟子的不对啊。第一呢，就是皈依一门师傅的时候呢，就是必须得要就师傅的一切行为，就是要能够可以当做佛的行为来看，这样的弟子才是真正的弟子啊。你做不到的话，你把这师傅当做一个人来看，那就是人是有很多问题啊。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对你的老板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赞同他的一切行为啊。但是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必须得要陈述而已，那是你老板的一切行为、一切想法、一切事情，你都能够可以赞同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什么？你老板也是人，你也是人，你们两个工作上面有一个上司跟那个员工的这样的那个区别而已嘛，但是佛法的上师跟弟子不是这个样子，佛法的上师跟弟子来说到就无条件的就要听上师的。所谓的无条件是什么？你不能用实践的心跟实践的这种道理来看上师，你完完全全清净心跟净观的心来看上师。因为求解脱的话，就是你只能这样的。你如果是有能力自己解脱的话，不用上师，根本就不用上师。但是我们今天也刚提到的，在历史上的一切诸佛菩萨都是没有一个就没有经过上师的怎么说呢，引导下能成佛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嘛。你如果是这个是自己是最清楚的，自己有几斤几两，这个是自己最清楚的嘛。所以呢，你如果是能有机会，你今天比如说
马上能可以在证悟、空性或者是了悟了一切道理，不用上师，可以。但是没有的话，那就必须得要依靠上师。依靠上师的话，这就是你就没有办法谈任何的条件，完完全全就是依止上师。等一下我们就下面就讲到，前面讲观察上师嘛，下面就会讲到依止上师。那么依止上师的过程呢，那就很清楚。但是观察上师的方面，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方面，有的时候呢就是时间不同，有的时候环境不同。所以这些也是必须得要去转变的想法去看，不是说是完全是一套方式是不对的，但是最终不能没有的就是不能没有菩提心，不能没有慈悲心。如果是有菩提心、有慈悲心的一个上师，那也是可以值得你可以把它作为上师来可以依止。而且现在的这个时代呢，我们就是要依止一个上师的话，最起码我们要看他和他的上师的戒律是否清净，这是一个关键。而且呢，就是他出来弘法，上师赞不赞同？他属弟子，上师他的上师赞不赞同？他上师虽然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者的话，他肯定不让他自己的弟子去骗众生，这是基本的道理。那如果是他的上师那么的戒律清净，然后就是因果各个方面有那么的重视的一位上师的话，他不会让他的弟子去欺骗众生，除非他弟子就已经不理他了，不理上师了，不听上师了。那这种来说的，就是那已经违背上师的意愿，就是已经破坏了上师跟弟子之间最严重的戒律。所以这种人呢，那肯定就不能依止啊。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我碰到了一些居士，他说他们的法王跟我们的法王跟我们去准备放生的时候，刚好就是碰到了我们法王的上师的弟子嘛，我们法王的上师的另外一个弟子跟他们那些弟子们准备去放生。哎呀，那我们的法王跟我们的法王跟那个我们法王的之前的上师之间呢，就关系不好嘛，所以呢就反正就有冲突嘛，所以我们也是不要故意就是要怎么说呢，那个仗道嘛，但是我们也不能丢脸嘛，所以就等一下先让他们出发，让他们出发了以后呢，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在开始放的时候，我们的船呢就从这个方面这样开过去，我们所有的弟子们都是要大声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我们上师的那些弟子们，就是这一直都是这样愣着去看我们，就这样，他们认为他们好像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情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现在的时代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怪，那都是成呼法王的那一位，他的上师，今天呢变成他们的敌人，那怎么他们修什么呢？没有办法修嘛。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都说师徒的戒律要精进，传承的戒律要精进，修任何法都是不会得到任何成就的。明明知道，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弟子？自尊作人着刚着